比赛是道基队甲教士队的大对决，真精彩哦！起因着大配球迷来进场，南韩有袂少的大咖的艺人嘛，拢去看这场的比赛。有玄彬甲孙艺珍翁仔某，阁有孔刘甲李栋旭。华视新闻采访团队甚至独家来访问到宋仲基，伊嘛来看比赛。伊讲哦，伊进来迄种比赛的气氛。 你无看唔到，真正无唔对，就是你想的迄一位欧巴，韩国男神宋仲基，球赛是看到目睭唔甘耳。华视新闻采访团队独家报道。I'm Sonia from Taiwan. 안녕하세요. Can you tell me how's the atmosphere? Lovely, amazing, yeah. 佮真足看，伫咧球场边看比赛是韩国明星玄彬和孙艺珍，爱着破奖 CP 来到大联盟首年海外赛第二战。孙艺珍穿青色的衫，玄彬是穿南韩国家队球ผ้，两人不时拍扑克和起起楚楚的画片，互球迷是看甲心花开。 李栋旭和孔刘嘛伫咧现场，两位男神拢穿教士队球衣，对比赛赛事万年花休，万年拍扑克。嘛因为爱的迫降，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